請各位記得俾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，係免費㗎，只要撳埋個鐘仔，有新片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雖然暈船浪係好辛苦，不過成個郵輪旅程其實係相當好玩嘅，可以睇到岸上、海上唔同嘅景色，又可以認識唔同地方嘅歷史文化。第一次去阿拉斯加嘅津文固然回味無窮啦，舊地重遊嘅碧嶼亦都有新嘅體驗。今次就帶大家去遊覽阿拉斯加嘅3個港口啦。身在此山059，岸上海上看風景。Ketchikan 係美國阿拉斯加最靠近東南嘅城市，亦係今次郵輪旅程停泊嘅第一個港口。嗰度有免費嘅巴士遊覽專線，可以直去著名嘅 Totem Heritage Park， 睇完充滿北美原住民特色嘅圖騰，回程可以坐巴士遊小鎮一周。海邊有啲起喺水上嘅屋，好似香港大澳嘅棚屋。有啲店鋪門口會擺座野熊雕像俾遊人打卡。我哋最欣賞嗰座好有歷史感嘅雕塑 The Rock， 俾遊客知道呢個地方早期嘅人從事乜嘢工作。IC Strait Point 係 Hoonah 呢個城市嘅港口，2004年先開始接待郵輪停泊。嗰度有條相當好行嘅 Sea Walk 步行徑，沿路直行可以去到市中心。喺細雨飄飄之中望向遠山嘅煙霞，好有經典懸疑劇 Twin Peaks 嘅迷離氣氛。路上有展板介紹當地點樣從捕魚業到罐頭加工，再到林木業嘅發展歷史。海邊大石上有幅壁畫，俾我哋知道喺18世紀已經有原住民喺嗰度生活。邊行邊學歷史，增加咗步行徑嘅趣味。Skagway 興起於淘金熱時期，19世紀大批淘金者嚟，令佢發展成好繁忙嘅市鎮。隨住淘金熱結束，呢度就變成旅遊城市，好多遊客揀坐火車去 White Pass Summit 睇風景。但我哋就寧願喺大街上周圍逛，嗰度唔少建築物都好有懷舊味道。慢慢行，慢慢睇下店鋪嘅櫥窗，有啲似坐緊時光機，返到去一個古老嘅西部小鎮咁，有種時空交錯嘅感覺。唔上岸嘅日子，喺郵輪上睇個海，又有另外一番風味。茫茫大海，白浪翻騰，襯托住無際嘅蔚藍天空，總令人覺得自己不過係滄海嘅一粟。行程中最後一個黃昏，我哋特登去甲板睇夕陽，睇住太陽慢慢轉入雲層，將漫天雲霞染成層層唔同嘅金黃色，嗰種絢爛繽紛係呢個郵輪旅程中最美嘅風景。